Robert 紅蘿蔔的有味笑話。每次看見 Robert， 他第一句話一定是講個笑話給你聽。他是無線第10期訓練班畢業的，勁愛美，這點與 Anita 最相似。他是個說笑話高手，尤其精於有味笑話，四處搜羅笑話，對人說笑話是他的嗜好專長。因為他想引人笑，他想身邊的人笑，他想朋友都開心。Anita 最不開心時，就對 Robert 說個笑話聽聽。Ann 離開時，哥哥離開時，他就是對 Robert 說個笑話聽聽。Robert 很保護 Anita。聖誕節被人圍攻那一次，我可沒有膽量對那些人還以粗口，更莫說把人群推開，但他敢。Robert 同樣很照顧我，這麼多年來發生任何事，第一個出現的不是 Anita，就是他。Robert，衷心的感謝你。